以現代簡約設計同埋空間運用，由客廳到廚房，每一處嘅空間都經過精心嘅規劃，令生活既有品味又舒適。大家好，我哋係 Distinct Design。客廳同飯廳融合為一個開放式嘅空間，電視櫃就以石紋再加垂直嘅線條細節設計，自然嘅光線啦就透過輕柔嘅窗簾透入，打造翻一個柔和明亮嘅環境。另外一邊就有兩組大櫃，提供翻足夠嘅儲物空間。一人睡房就以翻簡約為主，左邊嘅磨砂玻璃門同木框結合，保留翻私隱又不失呢個通透感。床尾嘅收納櫃就以翻中性嘅色調去呈現。浴室嘅淋浴區配有大型嘅雨林花灑，牆身呢就採用翻石紋嘅質感，增添翻自然嘅氣息。洗手盆就同木紋櫃結合，收納嘅同時亦都兼具咗平日梳洗使用㗎。廚房以深色嘅櫥櫃配搭翻白色嘅台面石同埋石紋嘅牆面，形成鮮明嘅對比。洗衣機同微波爐呢就垂直整合，節省翻唔少空間㗎。今次呢個居屋設計透過咗選擇材質、光線嘅運用同埋收納嘅設計，成功打造咗一個既實用又富有美感嘅一人住所。